再来看立法院的维权委员会今仔排成临港的刑事法修正草案，法条还未一条一条审查的时，条约立委就轮流上台去发表意见。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是认为台因阁无社会共识，爱脱稿来处理。也毋过国民党的立委陈金辉是烦恼讲，若无开放，台湾少子化的状况会愈严重。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祖嘛批评讲，有部分民进党的立委是以意识形态来阻挡这个法案。临港刑事法已经几啊年无修订，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临时变更议程初步排审临港刑事法修正草案，今是开放代理任务正做上大的争议。法条还未开始逐条审查，条约立委就轮流就台定述发言。民进党立委林淑芬认为，台因有缘无社会共识，爱脱稿处理。也毋过国民党立委陈正辉表示，单身女性也是女同志，若子宫无健康，也会防排除伫临港刑事技术，台湾少子化现象恐怕会更加严重。大理孕母也是一个人，她不是一个生产工具，把女人的子宫当成生产工具，然后可以在这里买卖。这个社会敢真正拢安尼？当你是在女同志，或是你在单身女生的这个范畴内，未来想应用人工生殖技术来生育，其实你也必须要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子宫。民众党立委陈昭祖伫议场也摆下表达立场，也表示有一寡想要生刷子宫病变的女性，确实有代因的需求。总统赖清德、副总统萧美琴也拢捌表达支持。伊即期部分民进党立委要以意识形态阻止法案通过，所谓脱稿都是以脱代骗。我们整个版本的核心，第一个就是保护代孕妈妈。难道你真的认为你认为对台湾的女性自主权没有信心吗？重点在扩大这个单身女性或者是这个现判的这个女同婚，那么本身呢有这个子宫的情形之下那么怀孕的这个生育权。因为20个提案版本草案中有5个涉及代孕形式，引起外界议论。对此，卫福部强调，行政院版本的草案主要精神是落实女性生育权。另外，代孕议题伫社会有缘有一寡争议，需要更加侪时间，引出大家的共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